大家好，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。今日係10月16號星期四，由我李子晴同大家主持第11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。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。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4466萬。由於上期頭獎冇人中，所以有累積多寶獎。而投注總額嘅15%，亦即係660萬，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。都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，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、左至右順序排列好，即刻開始第11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。今期冇乜心水，所以冇買到。因為佢啱啱咧先轉咗偏黃波個勢，你可以睇多期都可以。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0號 ，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0。40。43。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3號 ，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3。都合理嘅43有。咁你上期44啊嘛，減1咪43，一係你加1，一係減1。咁啊11都疊字啦。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1號 ，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1。揀中11咯。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2號 ，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2。因為喺度啊嘛，喺黃波期，所以32。我諗緊22會唔會有？因為疊字啊嘛。好2號。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號 ，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。第二張字32係重開啊！基本上你嗰期見到32，咁你都可以嘗試下32再揀嘅。好啦，呢個波碌得好慢嘅48，我係4849。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8號 ，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48。今期要睇睇佢係咪屬於黃波啦。咁樣望咧，冷門波唔見有開啊。12。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2號 ，and its draw number is 12。好啦，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，都同大家重複一次啊，分別係有2號、11號、32號、40號、43號、48號，而特別號碼係12號嘅。如果大家想查詢，等我一陣。今期開乜嘢？今期開偏大，4大2小，4大2小，仲要40個門開成3個，10個門1個半字啦。咁今期咧馬咧就開2個嘅馬，波式咁樣計咧，唔計特馬嘅話偏6，偏大偏上。算唔算係50期個勢咧？偏6偏大。但50期係好似偏淡啊，個勢係。咁啊，二尾開3個，哇哦！2個半字啫，二尾2個半字。中1個2個質唔錯㗎啦，會慢慢好起來，因為你起碼唔係全質先。今期咁樣望呢，其實佢係都係偏翻冷門波。冷門波，你見個黃波就係得32號係着色之外，其他都係啲淺色嘅系列。今期玩5近1遠啊，最遠個波係40號啦，唔計特馬，唔計特馬。
咁你計埋特馬，你7個字入面揀2個遠波都只係中1個半字嘅啫，係啦。所以咧，通常都係睇頭6個。咁樣望，哇哦！嗱，上期咧咪話50期咧，你起碼揀翻，因為佢上期都係開4個嘛，就叫大家揀2至3個。咁佢今期依然都係4個，係啦，依然都係4個。咁啊，100期又係4個相同相隔啦。咁樣望咧，咁就好睇你喺嗰10幾個入面有冇揀中啲相同相隔啦。好似係20個。我印象中上期俾大家睇嘅50期嘅相同相隔好似有20個。如果20個入面揀4個，個範圍都幾細下。係啦，玩疊字，前一期係44，今期係11，咁啊睇下佢嚟緊係咪玩埋剩低嗰2個疊字啦。好，6中3有一注喺呢一個位，咁啊呢一個係嚟自1年嘅星期四冷門波，跟住呢，星期四嘅依然都喺度啊！嗱，如果你有留意開星期四嘅數據呢，咁今期我記得嗰組嘅順位波呢，通常喺片尾嘅片尾星期四手抄片係啦，咁啊俾咗大家睇嘅，我嘅印象中佢係得12個，好少嘅真係。都有同大家講，如果你中意嗰組咧，你可以去選擇。咁佢今期咧係12中3，都幾多星期四嘅數據啊！睇後少少啦，哇！13個中4個字冷門波1年，喺10期星期四都唔差，就係統計呢10期開過嘅星期四嘅旺波，就係計旺波。咁你有20個有機會中4個，即係你平時用開星期四啊嘛。跟住嗰啲都係日子。好啦，你見頭呢幾組呢都係年期啊，5年期，不過佢用旺波，係啦，旺波咁啊。我追開嘅冷門波，相反嚟。哇！24中5個半都多過呢個範圍。呢一組呢係以前用開嘅數據嚟嘅，不過近排我用年期，所以就冇用到呢一組啦。旺波25中6。跟住就已經用30幾個，太多啦。咁啊，呢一張紙呢，今期就係開咗個32啫，係啦。咁啊，12係特碼啦。冇啦。嚟緊10期嘅變化呢，24、17，咦17都早排有開嘅波嚟嘅，佢殺咗上嚟。依然都係4號冷門啦。如果近10期偏紅偏少偏單雙平均，追到上單雙平。組合波因為前排嘅關係，所以佢依然都有3次啦。最旺係馬，留意啦，馬係唯一一個過10次嘅。咁呢幾期佢都有出現啦，上期係24，咁今期12同48。喂，好齊頭啊！呢度近10期嘅門路係10、30同40，
三尾最旺。望下先，共同冷門都係嗰幾個波㗎啦，咁耐以嚟都冇乜點樣變。共同冷門波兩個，咁共同嘅旺波有幾多個呢？應該都係同上期一樣。少咗一個波，少咗22喺10期入面篩走咗啦，應該喺後面。咁呢度咧得4個波嘅啫，咁啊一共咧係有20個波喺呢一度，20個。咁整體50期嚟講咧，佢係偏綠嘅、偏紅、偏大同偏單，所以佢50期入面個勢咧，佢今期淨係中到偏綠偏大嘅啫，係啦，因為今期開偏上啊嘛。超方面咧就狗仔排咗第一。唔再蛇啦，之前係蛇嘅，今次係狗仔排咗第一，咁啊30個門比較旺，咁啊5、2、3、9尾係最旺嘅。四仔會唔會真係啦？諗緊啊，真係諗緊。我今期都有俾個機會佢嘅，係因為佢係一個倒數 pattern 啊嘛。如果佢已經超過咗，就應該姑且望下佢係咪真係去到30先開啦。真係冷門到個頂點真係。好嗱，同上期講嘅一樣，3期紅3期綠，唔知大家上期有冇聽啊？所以你今期應該係偏綠波去揀嘅。上期已經特登同大家講㗎啦，因為呢邊玩緊3期，咁呢邊會唔會都係玩緊3期呢？咁佢就真係開3期啦。連續3期偏綠，都係開3個，咁嚟緊會唔會好似紅波咁縮翻落去呢？可以望一望下。咁嚟緊紅波會係點玩呢？咁紅波呢，佢之前呢係有試過連續3期開2個，呢度又係連續3期開2個，咁而家2個啦。咁你嚟緊會唔會考慮紅波係2個呢？咁樣。如果紅波唔考慮開2個呢，你可以玩1、2、3，即係偏翻嚟偏紅，係啦。咁藍波又真係同上期講嘅一樣嘅，以呢一個作為中心點呢，上下2、2、1、1，咁嚟緊會唔會都係1呢？即係話3紅1藍1個綠，或者睇下你點樣分呢度啦。4個綠4個紅都得喎，因為咧呢度咧2上4都有試過嘅，2個上4個都有試過嘅，係啦。即係如果你以下期偏紅嚟計啊，不過當然唔知佢會唔會玩中間藍波玩連續開3期啦。如果佢下期真係連開藍波呢，咁你下期可以即係再下期可以咁樣追，因為呢邊玩3個，呢邊玩3個，得翻藍波未玩3個嘅啫。無聊下先，等嗰陣啊。咁啊，4或者3個紅，跟住藍波就有1個，綠波就俾1個，即係集中偏紅。嗱，平均屈咗上嚟偏雙。偏雙呢度又係平均屈咗上嚟偏雙之後反轉嚟個偏單，咁啊你都可以考慮下期會唔會玩翻偏單啦。但大少少嚟講呢，大少諗緊。因為之前咧係諗住佢左右咁樣屈㗎嘛，但係佢斷咗，佢就選擇連開。咁佢而家選擇連開嘅時候咧，佢就屈翻上嚟偏大，咁會唔會係偏大再連開呢？咁啊，即係4大2小啦。如果你唔玩4大2小咧，即係玩下面呢個 pattern 4、4、5，咁呢度4、4、5，即係屈翻上嚟偏細，咁都要睇下你隔離個門路係點揀啦。
如果你講穩定呢，30呢一門係真係好穩定。00112211見唔見到？如果你以22呢一個作為中心點呢，佢上下兩期一呢，會唔會下期捧蛋呢？捧蛋你就有機會屈翻上嚟偏細啊，即係考慮前面嘅門路。因為呢20嗰門呢，佢最近玩緊1010啊，1010咁嚟緊會唔會都係繼續一呢？咁樣10嗰門可以考慮下213呢度213諗下先3個10，咁就1個20，0個30，40嗰門0個，有咩40嗰門0個呢？40嗰門點解0呢？因為佢之前13下一期就係0啦。咁呢度會唔會13下期0呢？所以如果你集中前面，真係有機會係真係好似下面呢個 pattern 咁屈翻上去偏細，有呢個可能。001122呢，其實1嗰門都玩緊類似嘅002211。咁11之後呢，佢係有試過3期1嘅，咁好睇你會唔會玩3期1，或者屈翻上嚟偏0。啱嘅啦，今期冇乜信心嘅話，咁啊下期再嚟過。今期有冇人中呢？睇下先。冇，今期冇人中，咁啊二獎1.5注中。下期係星期6啊！如果連續2期開四個有相同相隔嘅波，你都可以食住個細嘅。好，呢幾個波上期開嘅，歷史上有試過重開啊！咁32揀唔揀佢第3次重開呢？因為之前呢2次，之後呢就3次，跟住又屈翻上嚟2次，嚟緊會唔會3次呢？可以咁諗喎，可以。先寫低你先。3號仔，好多兄弟波喎今期。首先呢，兄弟得嚟呢，3號同24號呢係一齊開嘅，一齊開，一齊隔1期，再一齊開，再一齊隔1期啊！呢兩個波，如果你中意呢啲111嘅 pattern，你可以考慮啦。咁啊17、15呢都係一齊開嘅。咁呢17號可以值得留意，係一個倒數 pattern， 1、2、3，留意啦。1、2、3呢啲呢，通常都要留意下嘅，因為倒數啊嘛，好多時倒數都會出現。咁啊，如果你唔中意，你可以篩走佢，係啦。18號就係倒數嘅，如果講倒數呢，17號係靚仔過18號。好，19號都係一個好靚仔嘅 pattern，留意啦，1、2、1、2，咁呢度都係1、2，咁啊19號都係一個好靚仔嘅 pattern 嚟嘅。如果你下期10嗰門揀3個都可以留意下佢哋啦，係啊。留意啫，係啦。28係遠波嚟㗎。呢兩個都係遠波，遠波得嚟佢哋之前即係好死唔死都係有類似嘅相隔模式，呢個仲要係出現過2次，隔咗10期先開。可以考慮下你嘅，寫埋嚟啦。今期有冇開星期4？今期有啊，好多組星期4都有出現，咁啊睇你揀邊一組用啦。
哦，冇相同相隔有27個，有相同相隔都係得22個，咁喺22個入面揀翻好似上期咁上下嘅相同相隔都可以。好啦，呢個冇6條1啦，咁啊唔使考慮啦，唔使諗添。33、21、36。呢啲兄弟唔寫啦，太遠啦呢啲。10號啦，零尾呢，30、20、40都出現啦，係唯獨10號未出現嘅啫。咁啊，你可以考慮下啦。旺波，今期旺波呢都只係開咗1個定2個咁上下嘅啫。今期旺波得10個，50期嚟講旺波得10個，呢10個啊揀2個就。今次好睇好星期六嘅數據。原來你中意用星期六啊？好似有印象，你上一次都好似提星期六嘅數據。你係中意用星期六多過用星期4啊？發現。咁啊，得呢10個旺波，咁啊，你正勢就2個，反勢你又揀3個、3、4個就收手啦。近排好似唔多過有好多旺波啊，除咗上期爆開4個之外，咁如果你好似隔期咁玩嘅話，你都可以喺嗰10個揀4個嘅。呢啲係冷門波。冷門波再分旺熱程度呢，呢啲呢，就係平波嚟嘅。37打後冷門波，真係呢幾個真係冷門到識形容啊！最遠旺波有冇遠波呢？及下先，又旺得嚟又遠嘅波有25號，就係又旺又遠嘅波，係啦。咁啊，冷門波嘅遠波呢，係得呢幾個。28號開始打後都係遠波，係啦。好啦，今期咁多，咁啊祝大家下期好運啦！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分享落咗頭像貓。佢中意用星期六數據咯，我自己中意用星期4咯，係啊。又睇你自己覺得邊一組㗎咋？我見佢2期都有提星期六嘅，係啦，佢2期都有提示用星期六嘅數據，你都可以。通常星期六易玩4近2遠係嘛？啊！前一期係6近，今期係5近1遠，咁你下期以一個倒數 pattern，你都可以玩4近2遠嘅，係啦。原來係咁，咁今期嘅遠波唔係好多個啫。呢度冷門波嘅遠波就得呢幾個，旺波入面嘅遠波就得1個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期係咁多，咁啊其他就喺會員片再見啦。咁啊，今期祝大家下期好運啦！咁啊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分享六合彩頭像貓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